Hello，用拍沙經HSK 多體上波體是從把重要的东西放在我这儿吧。cái gì là把ảo hay rằng của把重要想看东西看两东西重要的东西看贴饼上看贴买上看放在外在在我这儿吧有你听你快快把重要的东西放在我这儿吧。OK， 本户户两个本行商护照passport 语塞 passport 你们 passport 上那里护照 passport 护照黑白嘎当咱水帕萨嘎当可以吗？没嘎当黑白你们吧这本那个护照嘎当行李箱加包订汤嘛少了加包订汤ไปใส่行了把你加包订汤行李箱算了就用不来就拉ไป行李箱太阳对那个胡了太阳把你太阳晒他ว่า晒带个阳光画护帕อันนี้เตน้อยเราเตหูมัน画包มัน包ธรรมดาเนี่ยแต่นี่มาเมียนี่จะนาเมื่อเธอได้แต่ว่า手提包算的话那个手提包他就ใส่อยู่หนังแต่ว่า背包他就ใส่อยู่ปา那ว่า挎包OK 从下面这些东西你会放在什么地方แล้วว่านี่อันนี้ข้างนี้就是ใส่อยู่ใส่คือการนี้ว่า铅笔手档ใส่อยู่ใอันนี้桌子上有挺多衣服就ใส่อยู่ใส่的放在衣柜可以不填了我没เวลา不破填了那这眼来了个不动那啥样的照片算了มีความว่า照片ก็มีได้แล้วนี่ก็นี่มา照片想谁这个ว่า照片他反宽ว่า照片然后照片就ใส่อยู่ใส่照片放在那个相册里面相册就或者呢คือกับเบอร์มาใส่หูพระ会บอกว่าอะไร相册钱包那么กระเป๋า就ใส่อยู่ใส่就ใส่ส่วนแล้วใส่อยู่桶来送嘛不裤子的兜里面放在兜里钱包护照就ส่วนแล้วจะใส่อยู่ใส่的护照嘛ใส่อยู่คือกันเนี่ยจะใส่อยู่กระเป๋าก็ได้จะใส่อยู่
塞那嘎包放在包包里面，护照、笔记本电脑，就互联的笔记本电脑嘛 ，computer notebook， ส่วนได้มีกระเป๋าตัวเองไหมบ่就ใส่ในกระเป๋า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ก็ได้了，放在笔记本电脑、笔记本包里面，对了。你在家有棒啊，在家。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小礼堂，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这个户太阳的算来个有ที่ตะวันออก办法，แต่เราว่า西边ไม่ตะวันตก了，เราว่ามันนี่จะตะวันขึ้นเช้าอยู่ตะวันออก了不？那当时怎么了？我躺到病阳了。你怎么这么早就要睡觉了？病阳就挪歪歪。以前别忘了啊。多拿当拿对吧？以前过给他了，未来过。都有12点以后才睡觉。过就是睡什么了这你怎么这么早就睡觉了？以前都要12点以后才睡觉。我明天8点就要到公司。明天8点就要到公司，我也不อธิบาย了。到公司บริษัท有事吗？有事吗？你เลือกว่าคือ讲你เลือกอย่าง经理生气了，经理不在讲生气，灾害了。他告诉我明天8点不到以后啊就别来了。เราบ่น่าคุยมื้อถ้า8โมงบ่ฮอด8โมงคุยบ่ฮอดหลังอ่ะก็บ่ต้องมา了就别来了。看上太阳西边西方的生气。อันนี้ก็在家呀咪啊，อันนี้ว่า小刚，我要跟周经理去外地办事。明天的飞机，我要跟周经理不离港，周啊，不是不离港，就不在港，周去外地嘛，สถานที่อยู่ออก就ว่า外边ทางออกก็ได้了。办事还这样。明天的飞机，并且我明天的我要跟周经理去外地办事。明天的飞机，อันนี้มา喝饼มื้อแต่เป็นอย่างเราวันนี้นะคุยปังนี่กัน喝饼มื้อ让我帮你把衣服可以忘了，放到
行李箱里，行李箱挖了嘎包等汤。什么时候回来？没得干嘛？会睡着啊，洗手有奶，嘎包等汤。让我帮你把衣服放到行李箱里吧。什么时候回来？1个星期就回来。อาทิตย์หนึ่งก็干嘛？1个星期以后才回来。อาทิตย์หน้าแล้วจะ干嘛？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我已经给你准备好吃的和喝的了。我已经给你准备佢叫做破给准备好吃的，那么呢，好喝的和喝的了，好吃的和喝的了，就話好吃的和好喝的了，咁講的啊。那啃2個ได้ไหมใส่來個好喝的個等個ใส่來呢，好吃好喝，啃2個ได้了，好吧。我已经把我的照片放在佢係就話已經話佢的咁佢係互拍佢放在你的包里了，在內嘎包照了。อันนี้嘛เราว่า我要跟周经理去外地办事，明天的飞机。明天的飞机那么康南是不买罢用，那不要挖来挖上面吧，明天我要坐明天的飞机，他才要挖啊。我要坐明天的飞机，那还老虎明天的飞机，明天的车就挖那个的啊。我可以要拜塞，明天的车，明天的飞机。生词，行李箱，自己生词嘛，看上买包，在อยู่สนามบิน，在机场，周明，你怎么才来？这本样才来这嘛？本样嘛杀了个干样？对不起，周经理，不知道感周。来机场的路上，我才发现忘带护照了。来机场的路上อยู่ทางที่มาสนามบิน，我才发现佢这个发现你可以讲护啊，才发现我可以个ว่าแล้วบางครั้งมันเรียกว่า头发明白出发你们发现个咁子护啊护了เข้าใจ了ก็ได้เลย忘带忘มาเลอะ带มาเธอ护照 passport 可以เลอะเธอ passport 里快一点吧，不挖了呢。飞机就要起飞了，就要，这个是坑了，是坑歪了啊。就要呢，เวลาสั้นๆไวๆ你有钱吗？我
会宁有钱嘛，不么宁啊，你咪心字底你话宁苏帕来啊，司机可以话了呢，宽卡洛啊，把我送到机场的时候，那宽卡洛送回白沙南滨那个的时候嘛，为了宽卡洛送回白沙南滨，我才发现会几乎忘记带钱包了，你带护照特嘎包恩，我看你还是把重要的东西放在我这儿吧。我看你看会我们本样，我看你会话可，我认为会可话看你会护会是话会，我觉得你还是你还是这个就还是个讲这可高还是个讲那个离寡还是我那个原来你要还钱送坑还书，你还是把重要的东西个讲养饼的会个讲离寡啦把重要的东西可以把它坑上坑，放在我这儿吧，谁搞可以看谁。只有你赶快坐这儿吧。看上发现护照起飞司机你不买把送他那来你我是一个中学老师我是一个中学老师，中学我样波那我中学ที่ไปก็ได้我是一个中学老师，中学红线把它用懂当哇把它用个的啦，把它用中学就是我是一个中学咱有把它用教学生那个多音字帮看我教他在我长我教师老师教师的去干的，但他是为他康烈在我教书教在我上传那教育我那可以多音字可以话教学生画画得护每次下课前突康下课前过乐宴，我都会把下次学生需要带的东西写在黑板上，我都会都可以个话了，会护了你会么饼，这不提白给他，我都会个讲可以养个饼可以不得乐，我都会把下次学生带的东西那肯替那人东港特写
田如同嘎当写在黑板上，可以设填东西，填咩样填设替那件事要这当然是要带的东西，但是对我每次上课时，每次上课时，突的拉特给他呀，拉康每次上课就我考研没嘛，เมื่อเวลา上课时啊，规划เวลา总会有学生忘了，总会看看总会เรื่อยๆ看看总会เรื่อยๆ常看的经常เรื่อยๆ总会มี那些忘了拿铅笔拿เอาก็ได้เธอก็ได้嘛手当铅笔，所以我有点生气，会在海内，不是因为他们没带铅笔不ไม่ให้ผมเรา不เอามาโซตัง是因为เพราะว่าให้ผมแต่ว่าไม่เอา他们没有好的学习习惯可以ว่าแล้วนั่นแล้วกูก็เราไปที่คนคือ习惯的ลึกก็กันนี่แต่ทุกเมื่อให้ยังทุกเมื่อใดให้ยังก็ทุกเมื่อให้นะก็กัน学习习惯ก็กัน我们的演的那个演但是咱们演那个学习习惯没了，因为他们没有好的学习习惯不มันทุกเมื่อ演你没有好的学习习惯คือมันนี่นิ่งได้ก็นิ่ง不ใช่不มันทุกเมื่อเวลานะเองโอเคอันนี้ว่า教书可以我的画需要动感黑板拼音可以不ว่า了可以อันนี้才和就都可以放在动词前做状语ส่วน来看上ใส่อยู่ล่างใส่ตัวนั่งข้างลี่ว่า状语แต่ภาษาเรา要ใส่อยู่ไทย不用要ใส่อยู่หนังแต่ภาษาแต่คือการ就过ไป可以就ไป那个คือการภาษาเรา的嘛ใส่อยู่หนังตัวนั่ง就表示说话人认为动作发生的早动作发生的早นี่เราว่า就可以个ว่า了他歪ว่า就进行的快顺利例如哎呀我早上5点就起床了起床等我的话看点大家要听早上5点就起床了那我就去干你们歪那个话演了的不话来了坐飞机1个小时就到了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他的家找到了说的帮老你怎么这么早就要睡觉了这么早就要睡觉了本扬州外个挪了
才表示说话人认为动作发生的晚。你们为了啥？就么话为了外进行的慢不顺利，不顺利话压抑啊，对不顺利嘛话压抑，不慢了。没怕啥了话走没吧，就么个。8点上课，他9点才起床，才就摆那个考验了，得了，高门这点弄，到啥没吧？坐火车8个小时才能到。他会塞了菜嘛？佢讲你白傻了8个小时，佢话就能到。那么佢讲你算了，塞维拉要的嘛吧？你们8个小时才能到嘛？你算了嘛，接说明个得了，对，老塞了，白说明。地理3个小时才做完作业，那个还会要帮啥呢？才。来机场的路上，我才发现忘带护照了。才，你话不顺利，没么不顺利，才也去讲，他顺利个还样个还得了，不顺利个你帮下冇不顺利啊。你完成句子啊，你们完成对话嘛，包用就还问你昨天几点回的家？佢话我昨天6点7点才回家的，8、9点、12点才回到家的，都要使才。这个话我为了少这个话，我3点就回家了，或者是这样。昨天的作业你多长时间写完的？昨天的作业我3个小时、6个小时才写完的，你话才，这话我1个小时就写完了。你昨天睡了几个小时？昨天晚上睡了8个小时。我昨天晚上就睡了5个小时。他就塞维拉上的话就睡了5个小时，算来快弄8个小时的那么，得了5个小时、6个小时，早弄淘汰短板的，算来可以喝说么？昨天晚上我睡了把字句可以演了的，把个讲熬什么还有谁我把 A 把 B 谁有谁，汉语中表示对确定的人或者事物做出相应的动作，使其发生位置上的改变，多用把字句表达其结构为 A 把 B verb 在 location 就是放在什么地方 location 来了，我把照片放在你包里了，把你养塞于塞你包里了。老师把作业放在桌子上了，我没把裤子送完，弄了送。对，可以放个那怕啥了不话送了，放到椅子高椅上了，有腾高椅。我帮你把衣服给他衣服放到行李箱里了，有奈我里啊。
表示通过动作使某确定事物发生关系上的转移，可以用 A 把 B 给ว่า关系ว่าเกี่ยวกับคือการนะ我把鲜花送给老师了คือการนี้มา鲜花嘛ดอกไม้树啊鲜花ดอกไม้งามๆแล้ว送给老师了มาอันนี้鲜花果มันคงค่อย明白เดี๋ยวนี้送给มัน变了变ให้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วว่าก็อันนี้ก็ปังอันนี้คือการนี้ก็ว่า把果那ว่ามัน位置คือการที่สถานที่变了不是ใส่坑有สถานที่有ใส่ว่า把อันนี้ก็变的我朋友把书借给我了我朋友把书借给我了啊那时嘛空老了แล้วนี่借给我应该还可以了弟弟没把钱还给哥哥你帮我把这本书带给小刚把这把它用提示词完成句子当你把用我的提示 verb 在我把书放在桌子上了 verb 在司机把我送到机场送回海沙那边送到车站沙滩的落给他我想把这些吃的东西给你给朗读下列短语和句子你们暗示是可以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就讲那个还把维亚棒给我了这张他放了这张的环境个或者照这张画这张画真漂亮护照嘛我这本护照去讲当时我本一本护照一本是你的吗就是后边的那块样黑板上明白黑板上写着几个字你看得见吗这很来不你看就是那位样司机找到了我的手机司机宽卡了我的手机找到了桌子上有一本护照回给我了回不本护照是谁的请问这个小样小包没包了小包能带上飞机吗小包嘎包那样特白用飞机可以吗我现在能去一下洗手间吗对不起飞机就要起飞了请您坐好你怎么了今天我又迟到了老师都生气了我发现公司楼下那家店的蛋糕特别好吃蛋糕开那家店的蛋糕那么开体育那家店很开公司楼下有楼下有弄很是吗今天我也去买一块我的衣服太多了你把衣服
放在我的行李箱了行李箱。搞不等趟我的箱子大，我箱嘛压一样上来就摆在你咪压那里面不，就拉摆的我箱子。对，不摆那个的嘛箱子那个咪盖子那玩意那个压一那我箱包嘛，说那去讲不去讲那不没去讲你包嘛，说那谁对怕？我出国1个星期，你怎么办？出国摆单把题，你怎么办？不用担心，可以我的担心。忘忘吧，老忘，莫忘去讲，你可以照顾好，不用担心。不懂忘呀，把题板给它挖皮了。担心你担心嘛？老忘，可讲的，你们担，可以挖一你们担心，你们担心担心。港湾们港湾拉湾嘛，你小心，担心去港你们你担心去港养蛙的我港湾港湾个港湾，不用担心，不懂港湾，我可以照顾我那个港，关心照顾拉肚，我可以照顾好，可以本理这话看好给他，我可以看好。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可以我这些那样就是看上本的户。你呢？带我去旅游吧，你去干的？根据课文回答问题那个这些呢，旧字新词，钱个包，钱包。看上那个呢，钱包，那么讲个钱包不懂话了呢。电子邮件，行李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你去讲不有那么讲的行李箱嘛，搞不等堂，电子邮件嘛 email， 我电子邮箱。在安给嘛就有咪 box 箱嘛嘛，就你 email 嘛就使用 box 我电子邮箱，电子邮件嘛就使用那电子邮箱 ，email 使用那 box， 那是 email box， 行李箱，杯子，箱子，那么不叫这样的对。还找这也是的不叫这样。行李箱，双人活动，宁没吧？也那个咋款有那么讲话弄嘛这也passport， 习惯成自然，习惯成自然。习惯成自然，习惯可以话突么还样那话习惯。哎呀，提白那不白太自然嘛，他们杀变他们杀了。啥那了话，习惯成自然的，这里的成是变成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平时做事的方法习惯了，慢慢就变成自然的事了，很难再改变了。这句话告诉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要觉得不好的事情只做一次没关系。如果不注意，慢慢的就会变成很自然的事，到时候就不容易发现错误，也不容易改变了。你挖不挖个去讲了，习惯成自然，
会习惯阿提白讲啊，哎呀，把那么讲个的，习惯成自然。啊，那我要会把它挖了那个甜的。你是我你晒，你晒，你晒给他哦，没了。习惯你这个人习惯不好，你的习惯不好，所以帮看我性格不好嘛，我你晒，那变他们杀了个习惯你话大于个自然话，你晒个力量，习惯成自然的。算来话习惯，土马海洋习惯成自然，给他们杀了，那个挖了他，海你这不懂忽视哦，你不变呀，海那个海，你惊讶，这话门会不进了呀，门这话会进特能是没啥嘛，这土门也进了，变他们杀了，你们不理啊。习惯成自然，算来嘛话不理的嘛，帮看着话理个的，那个，就普把阿长啊不可能，不变养不懂养，也怕啥劲，他就呼来那个，我们就算在那个，就习惯成自然，这个土嘛，在演抖音个的来嘛，习惯成自然，啊，那聊演了呢，这话。OK 啊。